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队的奥运代表团，昨坐包机到日本的东京要来参加比赛，但是因为选手是坐经济舱，官员是坐商务舱，引起到大众的议论。另外，羽毛球的天后戴资颖，互安排住伫个三星的饭店，嘛来引发着讨论。真侪人想要知影讲，哪呢官员是住伫个倒位咧？时代力量的党团来痛骂讲，若是资料无改变，那呢官员所住的是一间5、6千块的4星的饭店，比这个戴资颖所住的饭店贵将近1倍。戴资颖是伫个 IG po文章帮忙来讲话，讲会当住伫个离比赛场较近的饭店是真好的代志。要问国手为国家做啥物，先问国家为国手做啥物。要去东京参加奥运的国手坐经济舱，即马唔若安尼尔。戴资颖住的东京马洛德饭店是3星级的饭店，一暝差不多2000外块的台票。那呢官员住的饭店呢？那甲去年考察的时决定同款，官员住的是4星级的饭店，一暝差不多是5000块到6000块的台票，差1倍以上的计销。国手住的的确是比官员还有随团的一些工作人员住的都差。那可是真正下场比赛的是我们这些去为国争光的是这些选手。不过体育署表示讲，安排饭店唔是大小目，因为考虑到戴资颖伊比赛的场所是伫武宗野森林综合体育场，甲选手村离30公里，赛车上少的半点钟，甲这个马路德饭店比较起来，赛车只要8分钟尔，所以讲才会选伫遮。国手戴资颖抛出伊一个经济舱的画面，来看这官员坐是商务舱，商务舱位较大位，脚剩下直。不过选手坐经济舱，若脚落脚就会卡掉咧。像162公分、55公斤的戴资颖，就感觉轻轻啊。那呢，更加免讲其他国手谢文婷，伊183公分、127公斤，安尼是要怎坐经济舱？虽然讲戴资颖的老爸表示讲爱加为国手加油，其他无要加讲。不过，这个馆长游玩真生气，伊哩骂讲体育改革是笑话，比赛时无要认真照顾国手，若摕到奖牌时，才来伫饭喜气。